大家好，我是小安。香港消費者委員會近期發布的一份檢測報告引發廣泛關注。報告指出，市面60款預先包裝餅乾樣本均檢出不同程度的加工過程污染物，部分更含基因致癌物，如丙烯酰胺、環氧丙醇等。這些物質並非人為添加，而是澱粉類食品在高溫烘焙過程中自然產生的副產物。雖然檢出不等於超標，多數樣本含量仍在國際參考範圍內，但長期過量攝入仍可能增加健康風險。更值得關注的是，逾80%樣本屬高糖、高脂或高鈉食品，長期食用亦導致肥胖、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專家提醒，餅乾應作為偶爾零食，不宜當作正餐，建議消費者注意均衡飲食，減少加工食品攝入，以降低潛在健康隱患。此前引發熱議的60款餅乾含致癌物事件，其檢出的污染物如丙烯酰胺、環氧丙醇等並非鵪鶉違規添加，而是在高溫烘焙澱粉類食品和精煉食用油的過程中自然產生的副產物。因此，這類物質在絕大多數市售餅乾中普遍存在。例如，當時備受關注的奧利奧餅乾，其丙烯酰胺含量實際上並未超出歐盟設定的基準水平。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少數嚴重超標及標籤造假產品。雖然大部分餅乾是安全的，但確實有給少數樣本存在明顯問題。部分污染物嚴重超標，比如某星塵嚟源地為中國的福上之品芝士味蘇打餅乾，其環氧丙醇含量高達每公斤3100微克。無印良品的宮斗夾心丙基因致癌物丙烯酰胺含量也超出了歐盟標準近1倍，營養標籤嚴重不符。部分餅乾標示的營養素與實際測試結果差距極大，例如一款 YBC 克力加餅，其飽和脂肪酸含量的標籤標示值與實測結果相差近76倍。這種標籤誤導對糖尿病及心臟病等長期病患者影響尤甚。監管部門抽檢出的不合格批次，除了上述情況，各地市場監督管理局在日常抽檢中也會發現個別批次的餅乾存在問題。常見的問題包括二氧化硫殘留量超標、霉菌超標可能產生黃曲霉素、防腐劑超標以及鋁殘留量超標等。這些屬於明確的不合格食品，應當避免食用。最大的健康隱患其實是三高。比起微量的加工污染物，消費者更應關注的是餅乾本身的營養價值。檢測顯示，高達80%以上的餅乾屬於高脂、高糖或高鈉食品，且部分含有反式脂肪酸。長期大量進食這類餅乾，更容易導致肥胖並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學會看懂食品配料表和營養標籤，是避開高糖、高脂、高鈉以及隱形添加劑的最有效方法。在超市算購時，你可以按照以下4個核心步驟進行排類。第一步，看配料表越短越好，排名越前含量越高。根據國家標準，配料表中的成分必須按添加量大減的順序排列，排在第一位的通常是該食品的主要成分。警惕印形糖、如果白砂糖、果葡糖漿、麥芽糖漿、蜂蜜等排在前3位，說明這是一款妥妥的高糖食品。警惕劣質脂肪，如果看到代可可脂、植物奶油、起酥油、人造黃油、氫化植物油等字眼，意味着產品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對心血管極不友好。警惕長串化學名，配料表越長，通常意味着加工工序越多，食品添加劑越多。盡量選擇配料表相對乾淨、簡樸的天然食品。第二步，看營養成分表，重點盯住 NRV%。營養成分表通常會標示能量、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鈉這5項核心指標。最優質的營養素參考值百分比 NRV% 是重中之重。它代表吃下100克或1份該食物，能滿足你全天所需營養的幾%。高鈉警告：如果某食品的鈉含量 NRV% 超過30%，就屬於典型的高鈉食品。比如一包餅乾吃完，可能就佔了你一天鹽分攝入的1大半。高脂斜線高糖警告：同樣地，如果脂肪或碳水化合物的 NRV% 極高，說明它是熱量炸彈，不宜多吃。第三步，留意隱藏陷阱單位與份量。很多商家會在數值上玩文字遊戲，需要特別仔細看清計量單位。有的營養成分表示按每100克標示，有的則是按
每份如30克標示，一定要換算成同等重量再去比較不同產品的優劣。磨糖不等於健康，標榜磨糖的食品可能只是沒加蔗糖，但可能添加了澱粉，古精升糖指數依然很高，或者為了美補口感加入了大量的脂肪。第4步，結合前面的餅乾事件實操。以之前提到的餅乾為例，如果你拿起一包餅乾，發現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麥粉，緊接着就是白砂糖和起酥油，再看營養成分表，每100克的鈉 NRV% 高達 40%， 脂肪 NRV% 達到 60%。那麼不用管它是不是大牌，也不用糾結裡面有沒有檢出微量的丙烯酰胺，單憑這三高屬性，你就應該果斷把它放回貨架，或者近作為偶爾解饞的小零食了。列合你之前對高糖、高脂和添加劑的關注，為你試算了以下幾款配料表相對乾淨、成分簡單的餅乾，它們大多摒棄了起酥油、香精色素等複雜添加，非常適合日常解饞或健康加餐。1. 極簡無添加類的合控糖，追求純粹的人群。津美地球有機糙米餅斜線脆餅，這款餅乾主打無麩質與零添加，配料極其簡樸，基本只有糙米等天然穀物，沒有任何多餘添加，口感類似爆米花棒或人同米餅，帶有淡淡的鹹味和明顯的糙米香。玉米餅配料表中通常只有玉米和水，沒有任何其他添加，吃起來就是純粹的玉米本味。2. 粗糧高纖飽腹類的合減脂期健身黨人馬奇亞籽青稞餅乾，配料表首位是添加量高達 60% 的黑青稞粉，富含膳食纖溶，它用麥芽糖醇代替了蔗糖，降低了熱量且沒有傳統餅乾的甜溜感，低 GI 值有助於控制血糖，飽腹感極強。公谷林奇亞籽三色藜麥蘇打餅乾，添加了大於 15% 的進口奇亞籽和三色藜麥，膳食纖溶含量極高，做到零反式脂肪酸、零蔗糖、零防腐劑及香精色素，嚼起來有明顯的粗糧顆粒感和淡淡的海鹽鹹香。3. 優質原料鹹香類，適合上班族下午茶、家庭分享。山姆 Members Mark 海鹽蘇打餅乾，採用澳大利亞進口小麥粉和新西蘭黃油，經過24小時自然發酵。配料表非常乾淨，磨人工蔗糖、色素和防腐劑，只有基礎的小麥粉、植物油、黃油和海鹽，酥脆不膩口。山姆黑松露火腿餅乾斜線牛肉餡酥脆餅乾，這兩款餅乾同樣做到了配料表短到一眼看穿，沒有亂七八糟的添加劑。前者能吃到真實的黑松露香氣與火腿粒，後者含有大塊真實牛肉餡，外皮薄脆，內餡紮實。4. 營養強化類，適合人童需要補充蛋白的人群。味靈高蛋白威化餅乾，專為寶寶研發，配方準正，堅持不添加白砂糖、食用鹽、香精和防腐劑。夾心使用的是濃縮牛奶蛋白粉和乳清粉而非奶油，並用天然的赤蘚糖醇增加甜味，蛋白質含量高且對牙齒友好。雖然上述餅乾配料表乾淨，但部分產品如使用全穀物或堅果油脂本身仍含有一定的碳水化合物和熱量。例如，即便是優質的海鹽蘇打餅乾，每100克的熱量也在490千卡左右。因此，建議你在購買時依然保持少食多滋味的原則，將其作為三餐之間的偶爾加餐，避免過量進食。今天的養生小故事聽起來很用心呢，大家肯定收穫滿滿。好好休息一下吧，期待你下期的分享啊！